華僑聯誼會35週年，業務蒸蒸日上。東北華僑聯誼會步步高升。恭祝我哋個新會長新人事新作風。今日咧就係我哋東北華僑聯誼會成立30週年嘅慶祝會，兼埋咧就慶祝中秋。中秋快樂，身體健康啦，生意興隆啦！恭喜恭喜！恭祝東北華僑聯誼會咧就踏入35週年啦，所以我哋翡翠直擊都專登上到嚟紐卡素呢一度參加呢一個大 party 啊！因為我知道今晚有歌聽有舞睇，仲會非常之咁熱鬧㗎。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咧，就請到香港諧笑嘅歌星尹光先生同埋白美慧小姐嚟幫我哋演出助興嘅。真係有好多由倫敦揸車上嚟，由Somerset由 Bristol 坐飛機上嚟，又有 Ireland 坐飛機過嚟，總之四方八面都有好多朋友嚟捧場。我哋係非常之高興嘅。Many speak language fluently, and they integrate successfully. 咁其實咧，我做咗會長1年啦，咁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有少少青黃不接嘅現象出現嘅。好似老一輩嘅華僑咧已經老啦，就冇好少參與我哋嘅社團活動。年青嗰啲咧又對我哋華人社團唔夠認識，都冇參與。所以而家我做咗會長之後咧，就積極去吸納多啲年青嘅華人去參與我哋社團嘅活動，俾佢哋認識多啲中國嘅文化。講到中國文化咯，又點少得我哋中華文化精髓之一舞獅呢？而且英國蔡李佛、伍厚德功夫龍獅總會每次嘅表演都會令人嘆為觀止㗎。咁我76年都開始教㗎啦，初咧就教咗好多中國人啦，咁跟住有好多即係咩國籍嘅人都有咯，黑人啊、西人啊、印度人啊，咩人都有嘅。而家都有幾千人。即係我哋每一次出去咧，都要諗下啲花式啊咁樣，俾啲觀眾睇到開心嘅。咁我哋今晚咧玩就先至上樓台，咁樣係應該係幾精彩下嘅。揈腰嘅，即係佢上咗膊之後揈一個大圈嘅，咁難度都幾高㗎。有醒獅表演之外，仲有擔任世界小姐競選英國區大會指定形象指導嘅華裔時裝設計師 Emma， 連同貓 Couture 嘅專業 models 上演一場平時只能夠喺國際天橋先至睇得到嘅 fashion show 啊！優雅時裝 show 之後，有嚟自新加坡百變女歌手白美慧為現場嘉賓獻唱一曲接一曲，大家耳熟能詳嘅經典好歌，哇！令到觀眾聽出耳油啊！而同場嘅咧，又點少得？點少得？你今晚喺上面係上台嘅喎。梗係啦！東北華僑聯誼會35週年咁大個 party， 我哋 TVB Europe 當然落力參與啦。嗱，攝製隊精心捕捉每個精彩嘅畫面，喺翡翠直擊同大家分享啊！哇！不過以下出場嘅呢一位嘉賓，佢只要一出場咋，歌都未唱，觀眾就已經好開心，情緒非常之高漲啊！同阿會長打麻雀，你哋唔係唔知㗎啦！日日去打牌，我贏咩事咁大件事喎？好茶啫係咪啊？係啊！好茶咪有可樂咯！你唔夠有白蘭地？我實在唔怕，既然冇端早責啊！你知否女人咧殘忍要管家，家中共阿姑，但做太過差，學校多睇一個茶壺，完全未有茶。大家好，身體健康先。呢個東北華僑聯誼會嘅35週年紀念啊嘛，咁我特登唱一隻新馬師曾嘅慈善聯盟嘅萬惡人手，同
同佢哋籌款啦，可以籌到好多錢㗎啦。所有嘅觀眾有啲俾我啲利是咧，我都冚唪唥花晒出嚟㗎啦。因為我記得今次咧，我唱嘅1粒鐘少啲，我通常我個人嘅演唱會咧，起碼唱2粒鐘。應承你哋，下次我嚟咧真係要唱2粒鐘。你阿媽原來係女人嘅，嗰個又姓陳，嗌交時常貴2蚊，拆屋又驚冇命運，叻你至少好驚怕打針。開廠又話男人咧最怕入錯行，女人就至怕加錯羅。我咪入錯行咯！真切度，我揸14座，兜多個粒都未曾滿座，而3間抵眼瞓一個肚又餓，就多條疑問暗例，兜下難兜你咁虛多羅羅，我錢財使過。我做你老豆冇陰功啊！我同你講嘢氣到晒，小你阿爸正講啊！難收嘅，因為我自己填啲歌詞咧就係諧趣。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拜拜。